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台北市一个查甫人赛车拒绝临检，所一路硬冲硬弄，唔但弄到几台汽车甲机车，佮造成2个骑机车的人受伤。落尾这警察是押请甲硬抓落来，嘛对这车顶敲着毒品，现场逮捕，移送法办。警方来到事故的现场，看到乌多摆骑士互人弄倒受伤，为着防止嫌犯搁再走去，警方夜请戒备要甲抓咧。代志就发生伫12月7日下晡，警方伫台北市信义区发现一台白色轿车违规赛车，也搁拒绝临检，甚至浪杠去。过程当中，一路咧偏车，伫后山边捷运站附近的路口去弄到几啊台汽车甲乌多摆，互人弄到乌多摆，甚至搁卡伫轿车的车头，有2个骑士拢互人弄倒着伤，救护车赶到现场，甲2个人送病院治疗，加在无性命的危险。是有一台车子从我们的左方很急速的，就是右转，然后撞过来，就撞到前面的机车骑士，然后再撞到我们，然后最后就有停下来，然后之后就发现警车跟在后面一起到，才知道说原来是在追捕犯人。警方当场把嫌犯抓起来，结果伫伊的车内发现真侪种毒品。最终，警方将陈男制服后在车上查获第2、3级毒品依托米酯、安非他命、凯他命等物姓陈的嫌犯拒绝临检，佮浪杠去弄到其他的骑士，尾也互带转去派出所。警方表示，相关的证物已经扣落来，专案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敢有牵涉到毒驾，要搁来进一步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三峡的丰道路，一间化工厂昨下晡火烧，现场拢是硫磺味，附近的民众是真惊吓。消防是派出900人去拍火，也因为现场拢是囤化学的物件，竟会产生毒气。这消防人员是全副武装，加在火是真紧的拍花，导火原因搁来调查。再来看台南有一个查甫人家己违规停车，这警察来开单线架补头，甲向警察乌白来扑，嘛这害到这警察的手甲肩胛拢去扑着伤。加在是无生命危险，这市府嘛讲会协助警察来提告，来照杀人未遂来侦办。这是轿车违停伫红线内，处第2个警察将对方证件提出来，单开完了后，刚好对方回头准备要离开。开车4人的驾驶向阳提出补头，对女警察甲站落去，女警察的手骨、肩胛、脚趾柄拢受伤，甲同事斗阵甲这个开车的人压掉咧。救护车赶到现场，这女警察人清醒，也说家己行上救护车。原来身躯穿防弹的甲小冻着，只是伊手骨，还有肩胛、脚趾柄拢有空碎爱天，加在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驾驶返抵现场后收受标示单，未料员警准备离去时，该驾驶突然持器械攻击女警背部，员警立即将其压制逮捕，并依杀人未遂及妨碍公务现行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伫7日暗时8点外，地点伫台南市崇德路。中回现场发现，这条真侪店家，大路2边拢有画红线，无用停车。不过要真侪赛车的人贪方便来违规。这时间才停车，警察我会叫人开工的啦，吼，做乌规的啦。冤家就是去用开较背面的款啦。涉嫌行凶的4台的驾驶人，敢若录影习惯，才伫车顶放补头，敢若像进前伫同一地点已经互开2摆啊。7日暗时佫收到违停罚单，才会真生气，有这个行为。不过警方讲，嫌犯犯案动机也调查，也依照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台南市长吴伟铁人伫国外收到消息时，经由面试讲，民众无理性行为绝对袂原谅，也协助女警察来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咧桃园北甲宜兰地区拢有较凉，嘛较会落雨。咱来看温度。今早起，本岛平地上低温伫咧花莲的凤林，敢若11°C。这2天伫咧桃园北甲宜兰地区拢有较凉，高温是21至23度。到拜三，这东北季风会减弱，天气才会较烧热。这高温是24至28度，一直到拜6礼拜，这天气会搁再反寒。落水溪南平西犁利润的山坡，原本是真侪农民有咧利用摕来种植，不过今年因为风太大雨，所以让大水抢去。这水利署嘛表示，已经按5700万来做防灾工程，按算明年的4月底会当完工。
农民伫高滩地顶面种菜，不过受到去年凯美风台甲今年丹那斯风台带来的大水害影响，造成落水溪溪仔水涨起来，加落水溪南岸、赛里大桥到高铁铁桥段，真侪高滩地冲走，农民损失真大。帮的大家拢唔甘啦，这有人做40-50年，啊，今年说安尼帮一个，大家看一个拢硬去，啊，真正要卡无目屎。有农民讲，这所在高滩地瓦西里甲利润村路，若继续放落去，恐惊影响到农民出入的安全。当地民意代表接到电情了后，会同4号分署来会勘。水利署讲会补助5700万，对这高滩地覆地无够进行减灾防灾工程。啊，来做这个沙场吼，啊沙场搁做2沿啦吼，做2沿，一个管道是2米半，另外一个管道是1米半，将近比较4米的这个固定的管道吼，啊会当保护这个高滩地吼。我们就整个在这个1400公尺范围里面啊，我们会设置3座的钉坝，好，那在摊轨哈，就是会在明年汛期前弄来完成哈，啊，我们4号分署也会督促厂商哈，把这边的工作做好。4号分署讲，因为放落去的高滩地是位伫个水路西湾的所在，长期雨水一直冲，面临流失风险。就正是大水期已经加派这机械甲人员进场来作业。预计明年4月底大水要来进行完工，来保护沿岸民众性命财产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刚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家地动工程研究中心开发新网站，5层楼以下的透天，这住户会当家己去查到这主体抗地动的风险。按照每年佫会推出公寓大楼的版本。佫来是中国时报，立法院否决再违法的福议案，行政院长窦英泰表示讲，这行政院并无执行的压力，或者是指出讲，若无依法来执行，恐惊会造成宪政混乱。最后是联合报。美国的国防部长表示，美国未用强硬来对抗，是用实力来吓退中国，而且也无意改变台湾现状。总统赖清德参加活动，讲咱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唔免阁宣布独立，用中华民国来做这国号，对团结台湾的社会会有帮助。这国民党的主席陈立文是回应讲，要有实际行动，先废掉恁民进党的台独党工，才实在。但连任先生希望能够改国号，改成中华台湾民主国。民进党没有这样做。总统赖清德前一天参加纪念雷震等等民主运动人士的活动，强调以中华民国做国号，有通互台湾社会愈团结，而且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另外宣布独立的必要。民进党是认为留着这个名字是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因为这名字是写在宪法里面，它是属于台湾认同。或是中华民国认同，其实都应该彼此尊重，因为归根究底，就是指台澎金马2300万人。这段话又搁引来国民党主席陈立文质疑，认为赖总统是为着让两国论类台独的讲法迈上刺激，才会安尼讲。呼吁总统应该爱有行动，废除民进党的台独党工，支持中华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既然赖总统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没有宣布台独的必要，那我真的非常诚挚的希望赖总统、赖主席，那就干脆下架台独党纲，就直接废除台独党纲。今年3月，在民进党政策宣讲的时阵，捌发出让赖清德做台湾国主人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打压顺总统的立场。我们自己呢，行走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号就叫中华民国。也若牵涉到两岸议题，内政部禁小红书的政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是反中反到变做共产党。刘世芳回应，台湾并无共产党，也指出台湾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依法打击诈欺犯罪。记者综合报道。也中国的官方媒体公开相片，讲因出动3只公务船，头一届伫咧平湖的西南边来举行这搜救演练。咱海巡是批评中国这举动的本质，就是对台湾的骚扰。
中共对台湾普适地带侵略一直升级。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找六放做几多张无人机空拍相片，讲福建海事局联合中国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3台公务船。第一遍伫平湖西南边的台湾滩海峡进行搜救应急演练，也讲会伫咧台湾海峡的中部海峡进行专项执法。咱海巡署讲拢有掌握。又在用鱼目混珠的不实言辞，混淆海域位置，企图对我国进行灰色地带侵扰跟认知作战。都是中共，他企图在第一岛链以西，就是掌握这个主权治权。学者讲，去年8月中，中国就用同款模式了台，相关行动拢是中共想要推撒台海内水化的法律战。也那伫中国甲日本关系紧张的时阵，中国航母辽宁号编队经过宫古海峡，驶向西太平洋，并且实施舰载机起降。中共将15战机2编队升空警戒日本自卫队 F-15战机进行雷达照射，进行电磁波对准锁定，被认为是高度敌意的行为。今回のレーダー照射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事案が発生した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中国側には強く抗議し、再発防止を厳重に申し入れました。日本防相小泉进次郎初7号早紧急开记者会，讲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按算2026年会伫咧离台湾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飞弹部队，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能力。Ability for us, along with allies, to be postured strongly enough in the Indo-Pacific to balance China's growing power. This means ensuring none of our allies are vulnerable to sustained, successful military aggression.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强调，美国无想要改变台湾现主席的状况，但是美国伫咧印太地区的利益正重大，会继续用实力，唔是用对抗来协助中国，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这防火管的大火夺走159条性命，伫台湾的香港人开记者会，批评香港政府若无赶紧来调查这工程等等的问题，颠倒是滥用香港国安法来乌白掠人，呼吁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嘛要保护人民的言论自由。停止利用惡法滅聲。香港甲台灣的社群團體初7日下晝，伫咧台北西南教會頭前的廣場開記者會，強烈譴責香港政府佇防火管火災了後，毋但是無承擔責任公開真相，顛倒濫用港區國安法，用以災亂港的罪名，甲提出質疑的民眾舉報，叫大家點點侵害人權。這個政府是刻意的，在中國的授權下，他們去打壓香港的民間社會。這一個是一種很惡劣的行為。11月2日，香港大埔防火管發生大火，至少造成159人死亡，是香港半世紀以來上嚴重的火災。在台灣的香港人講，香港政府唔但是無隨調查工程監管、圍標、物料安全這個問題，顛倒用惡法打壓民眾。而且香港第8屆立法會選舉在初7舉行，就是想要用選舉將這件代志壓過。香港政府他們無視我們逝去的生命。還要堅持在這麼艱難的時間，還要舉辦這個假選舉。在台灣的香港人提出5大訴求，希望香港政府正視，包括妥善安置所有受影響的居民，隨改善工程制度，阻止圍標文化，全面徹底調查利益輸送的問題，追究失職官員的責任，包括工程監管、停止濫用國安法打壓市民，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也有基本權利。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印度出名的觀光區果阿一間夜店拜六火燒，上無造成23個人死亡，懷疑是這加速爆炸來造成的。也來另外一方面，這澳洲的天氣咧稱過滾，靠燒風燒影，大城市雪梨北部的這沿海地區，上無發生75件火燒山事件。印度這個觀光地點果阿，這個夜生活加白色的海沙堡正出名，每年都有幾多百萬遊客來這。當地著名的夜店卻佇透早發生火災，造成至少23個人死亡，所有的屍體攏已經找到，大部分攏是灶腳附近的員工，抑有一寡觀光客。警方講，初步看起來敢若是灶腳的加速桶爆炸，但是要該進一步調查原因。
और इसी में जो फायर इंसिडेंट हुआ इसी के कारण यहाँ पे जो इनके स्टाफ और एक 3-4 पुलिस जो अंदर थे。另外，伫澳洲雪梨北部沿海，因为天气正热，到即马已经有超过75件森林野火，造成至少12栋厝被烧害。就连伫咧新南威尔斯州的国家公园也受影响。警方讲，即马大部分的火已经控制，不过风正透，而且温度强要到40度，所以接落来几点钟久内将会是危险期。That's being managed or fought with 300 vehicles currently deployed by the RFS across New South Wales, over 1,100 deployed firefighters on the fire ground as we currently speak, and there are 9 aircraft that are working to contain the blazes on the New South Wales Central Coast. 当地气象预报员讲，温度高，而且个透正强的烧风是造成森林野火主要原因。伫咧澳洲，若到热天的时阵，就常常会发生几多件野火同时伫咧炭烧的情形。公司新闻沈乐培编写。南非的行政首都普热托利亚发生枪案，嘛造成11个人死亡。这其中上细汉的是敢若3岁，另外阁有14个人受伤。这当地无牌酒吧酒馆发生大规模枪案，这已经毋是头一摆啊。去年的问题是恶解决，嘛互当地警察是真头疼。警方甲法医伫案发现场四个伫所在可能的线索，警戒线内底就是发生枪击案的所在。警方讲，伫南非行政首都普热托利亚附近城镇一间旅馆内底非法酒吧，伫天要光时，馆内一个凶手雄雄走入去，随机乱开枪，造成11人死亡，也有14人受伤，已经被送往病院治疗。What happened here? There is a room for the hostel where people that were congregated drinking.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3 individuals, those who approached the room. They started shooting randomly. 原在凶手要对正伫啉酒的一群人开枪，准动机也毋知影，凶手也走拢走了咯。不过警方已经要来抓3个嫌疑人，也有调查。伫南非发生伫无这证照的酒吧内底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毋是头一摆啊。这对警方来讲是真歹处理的代志。虽然今年4月到9月中间已经处理超过11000间非法的酒吧，不过这治安依然是真无好。这摆枪击案死者内底，也有一个只有3岁囡仔。The youngest being 3 years of age. We've also got a 12-year-old boy, I think it's a 16-year-old female as well, that were killed in this particular shooting. 根据法新社报道，南非凶杀案数字是真悬真惊人。2024年就记录超过26000件的凶杀案，相当平均每天有超过70件。其中，这个枪击是即阵上界主要致死的原因。安怎有效来消毒非法的枪击甲非法的酒吧，保障社区安全，将是南非警方真需要赶紧解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的柳川，当咧做水环境的改善工程，所有工人是指控讲，伊伫咧工地跋倒去，更紧来拄着伤。公司说无爱解叫救护车，嘛无爱通报这业灾害，甚至是根本就无报劳健保。市府嘛表示讲，会阁派人来详细调查。就把家里大型的机械员继续动工，边仔也有工人准备把石头装入去太空包内底。这是台中市政府正伫进行的柳川水环境改善计划第3期的工程。不过其中一个工人虽然讲，伊顶个月29伫工地内底无细字写入去水器内底，尻川配合这个钢筋插着伤。工地主任却是阻止敲电话叫救护车送病院，也无依照规定通报这个灾害。就是钢筋插落，因为拨落一定是钢筋锯掉的嘛，一定插落的嘛。我那可能那个青蛙洞会破，阮当初就是迄个搞洞啊，内底迄个庄主任嘛搞洞，讲哦，你若叫救护车，工程就得停工的啦。费先生讲，前一个人力公司请伊去做临时工到柳川工地工作，不过受伤了后，工程公司就甲伊辞掉。伊12月7日到劳保局去查，才发现人力公司无甲伊补劳保。不过人力公司解释讲，有替费先生保这个劳工职业灾害险。有跟他投保职业灾害险，对他就职这段时间有保。我受伤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工地那边是叫他不要再去那个工地啊，所以他也没有来我这边报道了。该案雇主未依规定通报，劳工局劳检处将派员实施职业灾害检查。劳
劳检署讲，若发现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会处代票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并且要求停工改善。劳工局是讲，就算是一工的临时工，头家也必须甲伊补劳健保。除非是讲已经领老年的给付，也是65岁进前无劳保的记录。这个案件，而且劳动部、劳保局也佮卫福部健保局来调查采取，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渔港大游行，这届主要诉求就是希望会当废除渔港做工这类的工作年限。劳动部是回应讲，政府推动中介变革制度，这渔港若会当转做中介技术人才，就会当无工作的年限。统计到今年已经有6万个人来转任。派着炸大的道具，伫咧路的空气，装作生鲜肉品，表示家己有保鲜的期限。来自各个伫台湾的南乡渔港参加渔港大游行。因家己的母语唱说不完，2025渔港大游行吹势正行，现场至少有上百人。因的诉求重点放伫咧废除渔港年限。有南岭渔港正无奈讲，因为台湾的法规伫台湾工作年限依照行业别无同，上最只能12到14年，虽然想要留来也无法度。我在台湾是已经10年了，10年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啊。我们都很担心，如果我们不回家的工作在这里，那你呢？我们也回家。其实3年外前，政府设的中介聘雇制度，会当让南乡渔港成做中介技术人才，无过再有年限的限制。不过主办游行的渔港团体批评，渔港是不是会当留任，是不是会当申请成做中介人才，家己无法度决定。成为中间，以至于可以无限期的留在台湾工作的这个部分，是个别雇主决定的。很多是中介，为了要引进新的移工，会有新的中介费收取，导致于建议雇主不要再继续聘他们。为避免单纯延长或取消移工在台工作年限，而导致资深移工长期在台工作却无法转换身份，已经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已有6万名资深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讲，这项移工留才雇用方案，照统计到今年11月，已经有6万位资深移工转任成做外国技术人力，平均每年增加16000多人。为了要扩大劳动，制造业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劳用比例上最的限制，会对即马的25%放连到100%。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消息来看，台中一个查甫人食毒塞车出车祸，若是叫因女朋友来搭罪，佮甲拍，检方是依法来上班。另外一件，这警察嘛伫咧高铁附近的徛街来抄到一间毒品工厂，超出超过3000包的假皮包，检方是依法来起诉。你女朋友就说你打她了、对啊，我打她。哦，那我们就先行办给你逮捕。警察问这个姓区的查甫人是不是有动手拍这个查甫人？伊讲有。台中警方找了暗9点外接到报案，讲台里区国公路加德芳南路口有一个查甫人动手拍一个查某人。警方到现场发现，现场是一件车祸事故。一个姓江的查某人讲车是伊驶的，原来这个姓区的查甫人是伊的查某朋友。不过现场有人看到讲，其实车是这个姓区的查甫人驶的。警察也发现伊有毒品。于邱男随身包包内发现其持有第3级毒品凯他命。现场江女自称其驾驶发生事故，为经警方细心追查，发现江女有点滴情事，实际驾驶为邱男。且经同意后，对邱男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原来是这个查甫食毒塞车出车祸了，加查某朋友冤家，搁甲伊拍。这个4天的查某，互伊拍甲头红肿，骹手挫伤。警方先后依照违反道交条例开单，食毒塞车的部分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家暴的部分是通报家防中心。另外，台中市刑台查到一件毒品假皮包分装厂。经过长期搜证，发现犯前出版毒品分装厂隐藏在社区里。还特别分装于印有动漫角色的咖啡包，企图吸引特定族群谋取暴利。警方即申请所有票进入犯前藏身处所，一举破获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最近接到线报，讲一个姓谭的查甫人伫咧乌日高铁特区做社区型工具，做毒品咖啡包分装厂，已经通信软体接单，
结果型印着动漫角色的包装袋混装毒品。警方伫咧公寓内面查到毒品、甲基冰糖咖啡包3067包，毒品开塔冰咖啡包31包。这么嫌犯已经获检方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这金马的计销是直直欠悬，最近这金马的诈骗案的通报嘛有增加的趋势。代表一个富林人讲一声就要领400多万，要入金马，加在是叫警察甲挡落来。接到阮头的通报了后，警察赶紧来到现场，惊有民众各方骗去了。我们担心说，因为现在这诈骗太多，而且都会装卖黄金。我知道。伫柜台这70多岁富人人来柜台要领400多万，讲要去买1公斤的黄金。不过对警方的关心，也袂互看手机内底这信息。看里面很踊跃，那些全部都是小帮手设定好的。问伊为安怎要买金啊？一来讲是这生这个细金，一来讲要互囝儿试试。但不过伊的囝儿却是唔知影，警方研判这富人人就是用诈骗。他没有办法清楚说明他要购买的原因，而且前后的说法不一致。警方耐心的劝导，成功的阻止他的交易。家己打击诈骗，以标榜顶面警方统计黄金诈骗案件，到即阵已经有1400万件，像投资黄金股票的假投资诈欺的案件，最近几个月财务损失金额一个月拢超过2亿。有学者分析，尤其中年人也有老大人，开诚做黄金诈欺的对象。那现在买黄金呢，它变成会有黄金存折啦，或者是黄金的代币，就让很多中高龄族群啊容易中了这个圈套。他觉得一方面我可以投资，一方面国际金价前一阵子波动也确实是很大，一方面呢也满足了他在恐慌的时候必须要有黄金在身上。诈骗集团会假冒投顾投资公司啊，在社群网站上宣称他们是合法的代操或代购黄金的业者，另外一种会是用购买黄金豆等低门槛的投资商品吸引民众。最近的金马一直起，加上加币货币国际行情是起起落落，真无稳，表现不如黄金。然后诈骗集团改用黄金为理由来骗人。警方接到黄金诈欺案件，最近有明显来侵权。或者是建议讲，甲社群有关系，这个黄金投资拢唔通相信，伫合法的管道内买来投资，才袂互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真侪动物老捌受到山猪条的危害，这脚甲手拢互人夹断去。毛民团都呼吁讲，爱甲动保法缩较严的，定较严格，袂当干那只有禁用山猪条，来禁止进口制作，袂互别人，才会当来全面改善。真欢喜甲主人生奶小乌狗喜美是一只3只脚的狗，因为山猪条含剪失去1只脚，在主人耐心照顾之下，伊佫徛起啊，真自由伫公园走来走去。黑美刚开始的时候，它也相当的惊恐。所以就是从他出院，然后慢慢的照顾他、安抚他，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很亲人的。我是支持禁用山猪条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初6举办山猪条受害的狗仔聚会，现场来真侪主人带受害的狗仔，互相来分享因照顾的经验。现场也示范装饰这个山猪条，一旦来夹到动物的脚，因讲拢无法度擰开，脚可能爱锯掉。虽然动保法敢若规定禁用山猪条，不过联盟坦白讲效益无大。因为新北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县市，经由订定动物保护自治条例，对制造贩卖出售山猪条这金属的特色含剪，相当于罚75000块，总计已经罚10万件了。山猪条放着，它满山遍野放着，你根本不知道是谁放的。除非你当场抓到，否则是没有你抓不到人。民众在他县市购买，然后来到我们新北市来使用，那当然这个源头就很难去阻绝，所以我们也会希望说动保法能够做这一块的修法，把电商平台的一个连带的责任能够纳进来管理。新北市动保处指出，全国内山猪条大部分对盗保这电商平台境外进口到台湾，所以联名呼吁中央应该修法加严，动保法立禁止私立制造贩卖、持有山猪条，对源头来管理，避免动物受伤的悲剧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全国有850尾的台仔，这2天拢伫咧新竹县来比赛，要选出今年的冠军。这寡参加比赛的台仔，逐尾身价是拢真悬，甚至一尾都要900万。工作人员是毋敢大意，细腻来照顾。
甲装台仔落啊，细粒轻轻放伫水池仔内底，先互伊适应水温了，再当放开。伫日本甲台湾，因为台仔有代表好运的意思，或者一杯一杯台仔身价真悬，有的甚至有上百万的行情。我们台湾产的锦鲤已逐步在追上国际的脚步，甚至有超越的可能了。其实我们台湾锦鲤已经慢慢变成另类的一个台湾之光。主要是单顶是代表他们的国徽嘛，一全白，再来一个红，这是我们看得到，就是眼睛你可以看得到，它就是很显然的就是日本的国语。今年来参加比赛的台仔有850尾，是最近10年以来上侪。专家讲，一尾好的台仔，体型、色水，还有整体看起来感觉拢真重要。最主要是它的体型占60%，那它的模样占30%，它的品味，还有它的那个光泽，这个都是在比赛的一个评分的一个标准内。8日开始，小连续2天的全国台仔比赛，邀请来自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等国家的裁判，希望透过比赛交流，和台湾本土勇士技术再升级。记者君和新竹报道。林角鸟是珍贵的保育动物，今年4月到9月是因的生产期，因会飞来美浓的野莲池来探景，为着鼓励农民来保护这鸟仔，唔通放炮甲赶。这林业署嘛提供补助加奖励金，邀请农民做伙来保育。林角鸟是一种水鸟仔，野莲是水生食物。这2款生物拢伫咧美浓生活，因为林角鸟会去甲田里的野莲夹断，对农民来讲真困扰。伫咧较早，农民会用炮啊甲林角鸟赶走。那时候我看到迄鸟啊会赶，因为会危害我的野莲，会用冲天炮赶，也有迄个啥网子去赶。目前，林角鸟是保育类动物，当咧面对消失的危机，野鸟协会、政府和农民3方斗阵合作，提供林角鸟生态的环境，让因无烦无恼伫咧野莲田生活。只是对这寡农民来讲，损失真大，需要政府斗3工。林业署唔但提供农民补助和奖励金，也找小路把这寡野莲推塞到大卖场去卖。因要采收的时阵，拄啊因在迄个生态嘛，所以讲因得。较慢采收，就会减少因的收入。咱就用迄个生态给付这个办法，来补助因一大钱。足感谢迄个家乐福，提供这个通路，互因农民有一个足稳定的一个收入安尼。那对野莲农来讲，他们损失了一些，但是他们有一些补偿，但是其实那补偿很小，他们损失的还比较多，但是他们愿意支持高雄鸟会的这个保育行动。林业署讲，若是成功捕卵，一收会当摕到2000块至3000块的奖励金。虽然这和农民减10万块的收入比起来无什么帮助，不过这3-4天经过野鸟协会的解说，愈来愈多农民愿意加入守护林角鸟的行列。产业和生态冲突也慢慢找到和解的方式。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统计今年到11月底，敢若伫咧屏东就已经掠到超过11万只的青豆丁。有这议员就掠青豆丁去到议会来质询，嘛建议爱发奖励金。官府是回应讲，会继续和中央来争取。我觉得今天要捕猎它，坦白讲，对它的习性还有它的性别，我感觉这更重要的认知啊。议员翁总基甲青豆丁直接走到议会质询，互大家惊一跳。因为屏东县青豆丁掠到的数量，对109年的8000多只，到今年已经突破11万只，生态数量惊人。翁总基希望县府会当思考移除的方式，敢有需要做调整？是否已经有朝着抑制数量的目标在前进？单纯从这个移除的数量来看的话，我们是全国第1名，但是这个第1名并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哈。中央的指导跟支持，那地方怎么样落实哈？这是我们不断的在精进的一个过程。翁总基讲，伊协助万丹的农民，一枚掠到的基本上就是100-200只起跳。早来议会这几只嘛是昨暝掠的，伊强烈建议甲移除青豆丁的卵，嘛列入去奖励范围，一个收到60-70粒卵，若会使移除，等于是减少100只的青豆丁，可能才有法度降低数量，减少农损。你要挂卵拢毒啦！啊，你今天他去产卵完之后，生了后一出来，互你猎人掠到，你只抓到它的活体呢。可是你有想到伊的卵无？
明年又搁60只出来。中央是无规定迄个金额啦，无即个金额的迄个奖励啦，阮会使来建议看是不是讲，如果移除这个蛋的话，它是不是也可以纳入这个奖励的范围啦？议员讲，青岛顶会食红豆经过番姜啊等农产品造成农损，建议县府纳入天然灾害补助。农业处长表示，中央暂时无考虑把青岛顶列入天然灾害，毋过掠青岛顶和伊图两个奖励和补助，县府会继续向中央争取。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文化新闻界来看，高雄公山寿天宫邀请白沙屯马来到高雄站景3天，昨是最后一天啊，真侪人拢去排队免软桥卡，现场是热闹滚滚。对高雄公山寿天宫出来了，白沙屯马祖的乱叫就行对边的国小入去，因为学校小房队早着牛步调伫咧等马祖。乡顶卡得了马祖的乱桥行，希望有机会让软桥卡保平安，要民众初7透早6点就来排队，祈求父母健康。6点多就来。6点多，就排第一个。对，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芋头粥，还有那个烟熏鸡肉粥。白沙屯马祖乱桥接受高雄公山寿天宫的邀请，初5开始来高雄站景3天。初7是上尾工，沿路信徒是底条条，由这天传至少500花烧加要互信徒。另外一个终点站公山寿天宫头前的空场也人挤满。大家排队软桥下，要二招手牵手游人墙，避免大家堵塞。白沙屯马祖南巡上尾工搁拄到礼拜日来参加的信徒超过1万人，大家调省高雄的冈山、旗山、凤山、五甲等地马祖，加苗栗蒋天宫、白沙屯马祖第一遍伫高雄合体出巡的正罕见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布袋办音乐节，让学校的学生来展现平常时练习的成果，嘛引进科技教育，让囡仔来操作无人机甲机器人，希望替这偏向囡仔争取到艺术甲科技教育的机会。把握最后练习的时间，伫布袋上港的码头边啊，100多位来自布袋各中小的学生囡仔甲老师，拢来为隔港的音乐节做最后的排练。台湾科技文教协会配合电工所甲在地11间学校，要用音乐节的活动，让偏乡的囡仔展现合适的成果。他们是克服很多学习的难关，他们在这历程中也要学习如何去驾驭他手中的一个乐器哈，然后呢，如何跟人家合作，然后能够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所学。除了音乐的演出，台湾科技文教协会嘛引进科技教育的资源，设置科学体验的活动。协会表示，偏乡的教育资源无济，有设备却无老师通教，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替偏乡的囡仔增加技术甲科技的合适机会。科学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多增加他的视野，不要因为身处在渔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偏乡的地方就少了这些资源。我希望把外界的一些资源引进，那布袋音乐节呢，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每一间学校发展的物件绝对是无同，囡仔会用看到别间学校你学的物件，伊的眼界就是会无同。电工所表示，音乐节除了让囡仔有展现的机会，嘛是在地所有学校甲民间团体合作的成果。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除了锻炼在地相关甲观光资源，也替布袋学生囡仔带来不同的学习体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嘉义民雄伫咧日本时代起的一路酒家，到今已经88年的历史啊，经过5年的修复，即卖已经完工啊。未来除了办展览以外，嘛要互这间日本时代酒家成做文化保存的实验基地。负责人向大家来绍介未来空间暗算的规划。嘉义县民雄这间有88档历史的一路酒家，修复完工了后，除了展示老厝修复的工法以外，也透过古物的布置展览，要让人来感受日本时代民雄家仔的生活。这间娱乐酒家，伫我还未出世的时候，一直到我这个爸爸的年代，娱乐酒家是地方，伊代表什么？伊代表地方欢迎，还有这个酒家的这个店面。你若踏入这个空间，你就会使看到民雄这个所在，这90年来的变化。这90年来的变化，毋是干那这硬体尔，伊个透过内底展览，透过内底工作坊、工作，拢会使带你转去甲过去。这间一路酒家成功申请到文化部私有老建筑保存再生计划补助，经过5档的时间来完成修复。
文化体民雄街仔保留日本时代较大的重要基地，嘛会配合地方文书团体，将做保存地方文书的实验基地。169家它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媒介，然后让我们去回头看以前民雄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也借由它以前就是一个讨论公事的一个场合，我们在讨论这边以前发生了什么样子的议题。负责人表示，169家规划室的部分，除了了解民雄汉药房、西药房甲酒家的产业变化以外，嘛会配合文书团体伫民雄来进行文化的保存甲研究，希望互这间为日本时代留落来酒家，会当继续伫地方来记录新的故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年台湾的医疗科技展有600多间的单位来做伙来展出，利用 AI 来辅助诊断甲体检是愈来愈普遍啊。医疗机器人应用的范围嘛愈来愈宽。卫福部嘛强调讲，已经有咧计划医疗机构应用 AI 指引来草案，未来嘛会看状况来定出规范。请不要自己下床。小心跌倒。面床顶的病人想要落面床时阵，电脑系统会及时侦测感应，通知护理人员到现场关心，防止失智老大人暗时家己落面床行叮当受伤。一个部分机器人会当斗相共送医化，护理师就免来回。那送餐机器人的部分的话，它比较没有一个身份核检的动作，所以我们在医院里面的话，就是有这个部分的不同。国内护理人力真欠，这几年国内医疗院所就甲科技业者合作，研发会当协助临床的机器人，也有 AI 相关设备监测病人的病情甲安全。像这台爱博1号会当替患者进行手术进行的语音卫教，会当减少护理人员3-4声的工作量。骨科手术前请勿进食8小时，以防止食物及水吸入气管。比如说他卫教，那导览，然后送物，还有甚至我们现在已经进展到那个非接触的生理监测。医疗院所用 AI 辅助诊断甲体检，即嘛愈来愈普遍。医疗机器人上新的应用也愈来愈快。对此，卫福部强调，已经开始研拟医疗机构应用生成式 AI 指引的草案，并且收集应用的状况，做以后定规范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语台新人来报道，用手语甲台语来报天气 ，AI 气象主播唐啊，今仔中昼就会开始上班啊。工研院的技术加上专家的认证，嘛要邀请观众朋友来拍分数，看伊敢有专业。北部、东北部阁有东部天气会较凉，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凉。AI 手机主播开始放送了，逐工透早5点10分，系统会家己对气象数据上新的资料，差不多1点钟了后，就会自动产生一段由 AI 主播播送的影片，而且拢无啥需要搁改。这背后是公司甲工研院拍拼同伴的结果。我们会从每日的手语新闻、每天播报的语料，以及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的文稿先汇入，然后我们再经过我们公共电视特规的参数以及手语指导龙人老师，还有丙级企划这个录影团队的录影。那个不对了，所以要再去改一下，在现场跟聋人一起讨论跟确认他们所演示的手语，这是要给 AI 学习的教材，当然是要是准确的，让 AI 能学到道地的自然手语。将公司逐工报送的手机新闻的资料，也搁有录影画面交予工研院来做 AI 翻译训练、骨骼侦测，也搁有产生2D 的画面。像这款将新闻稿产生手机画面的技术，伫台湾才打起步尔，真济方面也搁咧发展，包括着建立手机资料库，这全部拢来对头开始，每一步拢有真侪困难要克服。我们跟公司建制了一个台湾的手语手指骨架的一个资料集，那我们也重新用最好的 AI 模型进行重新训练，来提升手指的估测准确率到98% 以上。我们开发了骨架的自动补帧以及平移缩放跟自动剪辑的一些相关技术，来确保说我们在 Grosys 串接起来之后的整个手语动作是顺畅而且是稳定自然的。有了资料会使产生手机的骨架，搁套 AI 模型。公司嘛成立委员会，邀请专业的委员做上后壁的确认讲手机是毋是正确。经过了1个月封闭测试，
确定讲听袂到的乡亲会使看好清楚。希望 AI 训练完之后是能打好很自然的手语，以后让聋人从 AI 手语的表示中可以很轻易的接收到资讯。将 AI 技术用伫公共服务做到资讯平权，嘛互乡亲的生活更加圆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赛车比赛 F1 是头一个用电动车来比的世界级赛车锦标赛，目标就是推广环保。即卖已经办第12季啊，嘛吸引真侪赛车迷去到现场欣赏。This is racing electric。正伫第12季的电动风筝式赛车比赛，那是全球第一个全电动的世界级锦标赛，也是唯一得到精灵碳牌认证的运动项目。伫各大城市核心区举办，也间接加速电动汽车产业的创新。本季会继续使用更加高速、更加高效能的 Gen 3 Evo 赛车，毋但时速为练到100，只需要1.86秒，能量回收效率也大大提升，呈现更加紧、更加环保比赛的项目。I think we get written off a little bit because we're electric, but actually, if you look 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s now, they get into a stage where they're quick, they're fun, and if you look forward to Gen 4 especially, the cars are going to be incredibly fast. For me, the level of driving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races and how unpredictable they are, it brings that element of sport which everybody loves. 那选手阵容真侪名人，包括卫冕冠军的英国车手罗兰在内，几啊位世界级名将，比开年度总冠军激烈拼。国车队也搁展现技术甲策略的全方位竞争，透过国内专业体育频道的专程转播服务，互关心赛车运动的观众，会当伫 F1 休赛季继续观赏世界一流的车大竞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欧洲，研究人员咧试用甲机器狗放入去树林内底，画出来这个树林的3D 地图，嘛记录树仔健康状况，正做树仔保育甲环境永续的好助手。这台4支卡的机器狗，互人派去欧洲的森林，一步一步行过圆圆结结的地形，帮助科学家画出森林大范围的3D 立体地图。预定机器人研究所的科学家参加这项用科技保护管理森林的计划。Sensors that we use are laser sensors, the same kind of sensor that's used in self-driving cars. So it measures distance out to each of the trees, and from that we can reconstruct basically the kind of cylinder shape of the trunks and measure their diameters and measure their heights and build up basically a database of the contents of the forest. 机器狗也画出森林需要人去管理的所在，像倒几丛树仔破边爱照顾，倒一寡爱错掉，来保护规片森林，袂受极端天气等各种挑战的损害。With the growth rate, you can detect where maybe a forest is struggling or where there might be trees that are dying. You can also use this kind of 3D model to project or plan interventions. So if you were to knock down certain trees to protect the rest of the forest from, say, strong wind damage, or a forester actually planning which trees they want to knock down. 这项数位森林机器狗计划是欧明永续林业的研究项目出钱资助，瑞士公司 Anybodex 开发这种叫做 Animal 的机器狗。伊本来是用伫咧工厂，也个另外设施一寡所在，怎么跨界到森林业是正大的转变。要安怎改变机器狗行路的能力，克服地形悬悬低低，一罐闪过像树根这种物件卖绊倒，也是挑战。怎么这项技术已经伫芬兰、瑞士甲英国的森林测试，会一直试到明年，希望会当帮助国家精准的介入，降低破坏性。和商业林的运作更加永续，用过即马就来看安怎说服产业开大钱买这款设备。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科学家上新的研究指出，讲伫咧45亿年前，有一个号做特亚行星去弄到地球了后，才会璀璨海一做火，怎变做咱即马所看到的月娘。在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掌管公平的女神狄亚是太阳甲月亮的老母，所以伫1946年出现的大小龙理论，就甲40几亿年前弄地球了后，甲地球结合的行星，号名号做狄亚。Theia, we believe, is an ancient planet that smashed into the Earth about 4.5 billion years ago. It was probably around the size of Mars, and when it smashed into the Earth, it essentially demolished itself. It kicked up a lot of debris into space.
along with some of the Earth. And over time, that debris coalesced together to form the moon. 45亿年前，也就是天文学家估计咱一个太阳系出世的时间。根据德国麦克斯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 MPS 伫科学学术期刊上新发表的论文，消息的德亚行星是早期地球的老厝边，不过比咱更较靠近太阳。We're talking about a planet that doesn't exist anymore. Theia hasn't existed in 4.5 billion years. It was completely vaporized, essentially. And yet, with a good amount of precision, we can figure out where it came from.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地球甲月球岩石的建本当中所找到的各种矿物同位素。科学家认为讲，地球伫初期就已经形成上内层的核心，不过地壳抑个地壳甲核心之间的地面，都包含真侪其他星球的元素。美国阿波罗计划炸断来的月球岩石建本，抑个地球的岩石建本当中，都有不哩啊侪铁金属同位素。研究团队认为讲，这当证明德亚行星弄落去了后，和地球合作一体，飞出去的残骸是正做月球。If you can determine Theia's own isotope ratios, you can determine where it came from. In this case, it shares very similar ratios with objects in the inner solar system and a bit closer to the Sun than we are. So that is why it's suspected Theia was probably closer to the Sun than we are, and that we are neighbours. 科学家指出，德亚行星伫太阳系位置，大约是伫地球甲太阳之间，也就是人咧讲的 L4到 L5。若吉隆热点，离地球40万到150万公里。因为金星引力地势上尾弄地球了后来消失。科学副署长认为讲，这就好亲像解破一盏太空迷杀案的谜，好科学界是真欢喜。公司新闻徐家仁朋友。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刚。那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